联合国人权事务专员巴切莱特周三对中国一系列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表示关切，并表示他希望能在2021年上半年派出一个小组前往东突厥桑访问。巴切莱特当天在日内瓦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对东突厥散一连串严重侵犯人权的行径表达严重关切，并说希望来自他办公室的一个小组能够在2021年上半年前往中国，为他到访中国预做准备。在谈到世界各地的侵犯人权行为并回答问题时，巴切莱特还谈到了中国在东突厥散的侵犯人权行为。他说，当然，我们继续对东突厥散境内发生的一系列严重侵犯人权行为的报道感到关切。目前，巴切莱特团队正在和北京方面商讨这次访问事宜。总部设在美国的非政府组织人权观察今天发布报告指出，中国利用举报可疑行为的电脑程序，在东突厥散任意挑选并逮捕穆斯林。这份报告详述大数据在镇压东突厥散地区所扮演的角色。人权观察表示，一份外泄的警察资料上列出超过2000名在东突厥萨阿克苏地区被拘押者的名单。这是中国如何利用电脑科技变本加厉压迫穆斯林的进一步证据。人权观察表示，他们从一位匿名人士取得这份名单，上面序列从2016年中到2018年年底遭到拘押的人。这个消息来源之前曾提供阿克苏一处设施内的影音资料。人权观察说，这些人是被一个称为一体化联合作战平台的电脑计划举报。东突厥散文化和信息中心主任茹科耶托尔迪什女士在一份声明中表示，除监狱和其他拘留设施外，中国在东突厥散建立了1200多个集中营。据国际人权组织估计，100到200万维吾尔和其他突厥穆斯林被关押在这些拘留设施。但是，由于中国政府对媒体的严厉控制和审查，我们没有得到被拘留者的名单。去年被透露的卡拉卡什名单和最近人权观察获得的阿克苏名单显示，被拘留的都是维吾尔人，逮捕原因大多是以宗教信仰为由。这些证据表明，中国在东突厥散实施种族灭绝。澳大利亚贸易部长伯明翰表示，中国针对欧方出口采取的一系列破坏性和限制性措施违反了中欧自贸协定。澳大利亚贸易部长伯明翰12月9日向欧洲联邦议会参议员表示，中国针对欧方出口采取的一系列破坏性和限制性措施违反了中欧自贸协定及作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的义务。伯明翰在会上表示，澳大利亚政府越来越关注中国政府对来自澳大利亚的多种商品实施的一系列贸易破坏性和限制性措施。他说，这些干扰最近几个月显著增加。他续称，澳大利亚政府认为中国政府对澳大利亚商品采取的措施具有针对性，这引起了人们对中国是否遵守其就中澳自贸协定和世界贸易组织义务的文字和精神的担忧。中国政府在新一轮网络整顿运动中，把105个应用程序从中国应用程序商店中移除，美国旅游资讯应用程序猫头鹰也在其中。中国网信办在周二发出的通知说，在正在进行的移动应用程序信息内容乱象专项整治中，首批清理下架猫头鹰、苏格、面具公园、聚能玩、世界等105款违法违规移动应用程序。中国这次的净网行动是从11月5日开始，整顿的对象按照中国网信办的说法是移动应用程序传播色情、暴恐、血腥等违法违规信息，提供诈骗、赌博、招嫖、卖淫等违法违规服务的网络乱象。伊拉克将与中国振华石油签署一份数10亿美元的合同，这相当于中国方面向财政捉襟见肘的伊拉克政府伸出援手，用预付款换取长期石油供应。
这笔交易是一个最新列证，显示中国通过国家控制的贸易公司和银行，向安哥拉、委内瑞拉和厄瓜尔多等陷入困境的产油国提供贷款，并以石油而非现金的形式偿还。石油需求和价格的崩溃打击了伊拉克的财政预算，政府甚至发不出薪水。